如果你嘅電話號碼好多嘅一字樣代表乜嘢呢？嗱，如果計算一下啦，一真係特別多嘅話呢，咁你就要留意咯。因為喺2026年咧，火氣一上嚟咧，你個人會好容易變得好衝動啦，好急啦，講嘢甚至乎咧容易得罪人哋，仲可能會失眠啦，壓力爆煲添。嗱，因為數字一係本身代表衝勁同主導，但過多就會變成咧太光、太硬、太強，容易招小人啦，做嘢可能會辛苦又勞心。嗱，呢個時候咧一定要用白水晶。點解佢要幫你平衡翻？白水晶係咧最強嘅淨化水晶，可以中和一嘅銳氣，幫你穩住翻自己嘅氣場啦，令你個人咧冷靜翻，思路清晰翻，唔再亂諗亂撞啊！人際關係自然就順翻晒咯。嗱，記住，唔係叫你冇衝勁啊，而係要有力但唔會爆，先至行得長遠。想知你個號碼會唔會影響你嘅運勢咧？WhatsApp 俾我 Peter Sir， 打個1字咧，我會幫你睇清睇楚。水晶睇我 Peter Sir，唔會帶到烏 Sir 喎。